曼聯消息，曼聯俱樂部宣布卡域克出任臨時主教練，合同到25-26賽季結束。而卡域克亦都為俱樂部出場咗464次，隨隊贏得5座英超冠軍、1座足總杯冠軍、2座聯賽杯、1座歐冠冠軍、1座歐霸杯冠軍以及1座世俱杯嘅冠軍啊！而卡域克上任之後咧，曼聯嘅魔鬼賽程，英超第22輪要對住曼城嘅曼市打比，而英超第23輪要面對住阿仙奴啊！而去到英超第24輪，亦都要主場面對富咸。英超第25輪，曼聯主場亦都面對住熱刺，而英超嘅第26輪，曼聯要作客對住韋斯咸。而曼聯亦都好有可能通過啦賽季中期前往沙特參加友誼賽，能夠獲得1000萬英鎊嘅收入。而喺佢喺足總杯出局之後呢，呢一個前景又近咗一步啦。曼聯喺42年嚟第3次喺足總杯第3輪出局㗎，並且喺英聯杯當中嘅首輪亦都被淘汰。呢個亦都意味住佢今個賽季只有40場嘅比賽，呢個亦都係45到46賽季以嚟佢哋單賽季比賽最少嘅一次啊。